这尹姑娘一语不发，难道是怕了？住口！尹姑娘她心里自然有数，莫要在此多嘴。轻柔，你家主子一会儿来找你了，快醒醒，轻柔，醒醒啊，快醒醒，孔双双来了。公公，你没死啊？你说谁公公呢？你才公公呢！你全家都是公公，快起来，孔双双来了，快起来呀！你再让我睡1分钟，就1分钟。我不管你了啊。双双姐。易秦柔，你竟然敢偷懒，给我起来！竟然敢偷懒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双双姐，给我留一发！也不知道剧组为什么给我找这么一个助理，看来得给你立点规矩了。听着啊，第一，只要我在片场，你在我旁边，除了吃饭和上厕所。哦。第二，不许偷懒，不许睡觉，不许吃零食。哦。3，我来啦，我来啦，记住了吗？哦。可以重复一遍吗？不是说都记住了吗？双双，导演找你。来了。回头再跟你算账。是不是在我背后做什么小动作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这样你也不敢？把椅子拿上，过来。哎呦，你说他能去哪儿啊？真烦人！哎，那儿怎么有辆车啊？走，过去看看。孟导，我其实真觉得你人挺不错的，我还挺喜欢你的。孟导，哎呦，你怎么不早点，或者给我点暗示，害得我都不敢追你。这样，
以后啊，不要叫我梦叨的，叫小江。那我叫你江江吧，江江多可爱呀！就叫江江，江江好，江江好。江江啊，那你可别忘了刚才你答应我的事儿。回头等你把事办成了，我就跟你相处。没问题，你就放心吧啊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啊。好。这死丫头！这么半天了还不接电话？死丫头，敢告我电话，反了你了！急什么急？反正都迟到了。来，再陪我喝两杯。好吧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干杯！啊！快点儿！哎呀，过来！你瞅你那没出息的样儿！你这没良心呢！这不都是为了你？顾双双没走，咱们能走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以后要是成了大明星，我让你当御用造型师还不行？得了吧你，指望你我不得饿死啊！哎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出口。来这边。哎呀，笨死了你！快点吧！过来。啊！过来！哎，别乱动！你妈没教你不许动别人东西啊！哎，阿广，你说咱俩是不是真找到宝贝了？啊？这什么呀？哎，不会是召唤石龙的石头吧？哎，赶紧找找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其他6块呢。哎，一边去吧你！你说我们要是真找到宝藏了，那我立马辞职不干了，我再也不用受苦双双的气了。哎，哎呀，阿广，你看，阿广，你看这什么呀？好漂亮啊！不知道。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青州，不会真有七龙珠吧？哎，那第7颗在哪儿啊？你傻呀？你手里这颗啊？哦，对。王爷，哎，你们哪个组的？哎，别光看着呀，帮帮忙啊！小将军，现在怎么办？要不派人把独孤先生找回来？木已成舟，就算找他回来，恐怕也无济于事了。再说了，如果能被你找到的，就不是独孤远了。王爷，
什么时辰了？王爷，不用去了。刚刚探子回报，大王爷孤军奋战，被敌军围困，战死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去报信？王爷受伤，我们只能先送你回来。混账！我不是说过，拼死也要救大哥的吗？王爷息怒，此去邙山最少也要3天的路程。按照探子回报的时间来看，就算我们能赶到，恐怕也无济于事了。都怪我，我应该尽早查出二哥的阴谋。王爷，这也不能怪你啊。二王爷心思缜密，又城府颇深，就连皇上和皇后都被他蒙蔽。这次若不是你误打误撞，也不可能查出他里外通敌，设计陷害大王爷。伤我的那个人呢？在厢房，御医说他伤得很重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来。王爷，大王爷崩逝，皇上和皇后必定伤心不已。这时候还是进宫比较重要。对，李章，你留下，一旦那个人醒来，立刻汇报。是。宁浩，随我入宫。是。儿臣参见父皇母后，还望父皇母后节哀顺变。妻儿啊，你大哥他……父皇放心，孩儿一定不会让大哥死得不明不白。有朝一日，儿臣必会为大哥报仇。三弟说的对，邙山国欺我朝无将，儿臣愿披挂上阵，替大哥报仇雪恨。绝对不行，怡儿已经没了，你们两个谁也不许再跟我提上阵杀敌，不然的话，就是存心和我过不去。想不到二哥如此心狠手辣，为了皇位竟不惜手足之情。若不是看在父皇母后太过伤心，不忍给他们雪上加霜，这次我绝不会放过他。王爷，二王爷的野心已昭然若揭，现在是大王爷，难保下一个不会是你。我们还是提早做防备的好。我从未有过争夺皇位之心，二哥心里应该清楚。可你的存在对于二王爷就是个威胁，不然如何？我怀疑王爷这次受伤不是意外。刚才那人是否已经醒来？还没有，不过我们已经审过他的同伙了。一开始还说些奇奇怪怪的话，什么剧组、导演，还说我们都是假的。难道是疯了？装疯卖傻而已。我只不过找人抽了他几鞭子，就什么都招了。他招了什么？他说他和他家小姐是在游历山水，半路被山贼劫持，山贼起了色心，他家小姐不从，就从悬崖上跳了下来，他也跟着跳了下来。那以你的意思，他所说的是否属实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看他的样子，确实害怕极了。谅他也不敢说谎。那只能等他醒过来之后再问问了。启禀王爷，人醒了。姑娘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我怎么做梦还是在拍戏啊？
姑娘。阿广，孔双双来了我就睡不了了。哎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哎呀，你烦不烦呀你！大胆，快说，是谁派你来行刺王爷的？哇，好帅啊！有便宜不占，王八蛋！哇，这画风转的也太快了吧！这亲完了不应该入洞房吗？尹晴柔，在梦里你也太虐待自己了吧！说，你是何方人士？是谁派你来刺杀灵齐王的？哎，拍戏的时候帮孔双双背词儿，好像没有这段啊。难道导演又加戏了？啊，尹晴柔，你也太敬业了，连做梦都是工作啊！不说。好，来人，给我带上来。是。阿广，晴柔，你醒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呸！你说什么呢？你才死了呢！你又穿上太监服了。别说了，这都是真的，不是拍戏呀。什么真的？不是，这不拍戏是干嘛？哦，对了，是在梦里。阿广，真对不起，你看我做梦都没给你安排个好角色，回去我请你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说，是不是谢言辰派你来的？问别人事情还这么凶，加个请字会死啊！平时被你们这些大牌欺负就算了，可今天啊，我的梦里我做主，我就不说哎。说，是不是？吓唬谁呢？这破道具我见得多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儿个姑奶奶我呀，还就不啊！血！晴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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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广，看见你真好。我刚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我梦见别人拿剑指着我啊，但是呢，我坚贞不屈。然后你就把自己送到刀下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不是说做梦不会痛吗？为什么我感觉到痛了呢？难不成我们做了一样的梦？现在你明白了吧？刚才那些不是梦，不是梦，那是真实的。那我去得找制片主任呢，我可是算工伤的。哎呀，你先看看周围。我的衣服呢？我的衣服呢？阿广，你早被几个丫鬟给换了，你才发现啊！哎，笨死你算了。那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啊？晴柔，你听好了，可千万要顶住。刚刚那些不是做梦，更不是在拍戏，我们真实的在王府。王府？不对，你让我想想啊。照这么一说的话，确实好像是这样的。我看刚才的那些人啊，都不是咱们剧组的，而且呢，我也没有看到导演，我也没有看到孔双双。哎呀，孔什么双啊？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。晴柔，你还没发现啊？我们现在也许好像保不齐跑不了就是穿越。啊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要回家！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？着急有什么用啊？保不齐啊，我们就交代到这儿了呗。不行，不行，不可以！开门！你们快开门！
王爷，刚才听他们说的，好像真的跟二王爷无关。但是他们说到了是穿越过来的。穿越？你可知穿越的意思？是不是他们的暗语啊？他们不是要回家吗？放他们走。开门！开门啊！你们这是非法拘禁，你们知道啊？开门啊！哎呀，都说是古代了，你就别瞎费力气了。阿广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。哎呀，我也想回家。哎，不过他们今天在审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咱们之前的那个桥段，就是孔双双被土匪劫财劫色，然后跳崖自尽，有人相救的那场。哦，我就把那个桥段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。我觉得我讲的也算是声情并茂、声泪俱下吧，他们应该能相信吧？他们会相信吗？哎呦，不管了，阿广，我现在就想回去，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。哎呀，我觉得当务之急，我们是应该想办法离开这里呀。啊！吃饭了，吃饭了。你干嘛？快走啊！王爷，现在怎么办？累死我了，脚都快断了，现在就刀架我脖子上，我也不走一步了。你在我们身上装了 GPS 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被你抓到了？王爷，要怎么处置？这位王子，贝勒，少爷，你看我跟你远日无忧，近日无仇的，你干嘛非要跟我过不去啊？再说了，我们一看就没有钱，我也没有什么姿色，杀了我，你是不会有任何成就感的。哼，带回去。是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想干嘛？你说句话行不行啊？王爷，你故意放走那个尹晴柔，他也没有去找二王爷，是不是就证明他和那个阿广并非是二王爷的人？依我看，不如干脆杀了他们，宁杀错不放过。尹浩，你何时变得如此嗜杀成性了？既然不杀，要不然就放了。他们也待了这么多天了，想必家里人也会担心。放？哼！在我没想清楚怎么跟他算这笔账之前，他休想迈出府门半步。俗话说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哎，你看我来这几天就迅速适应了，你呀就得学习我这种打不死的小强精神。再说，我觉得那个冰块脸也并没有想把咱们怎么样啊，抓来这么多天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，除了不让出去，别的也没什么不好啊。还没什么不好的，你都成了太监了。哎，这不是为了让他们相信我们也是古代人吗？哎，再说，我觉得太监没什么不好的，现在府里上上下下，反正是雌性动物，都对我好的不得了。幸亏我掉下来的时候，兜里还装着那个便携的化妆袋儿，老娘吃饭的东西还剩那么一点儿。
只不过来之前斜挎的那个化妆箱不见了，好贵的。哎呦，还老娘呢！你心可真够宽的。不然能怎么样？每天跟你似的，愁眉苦脸的，我们就能回家了。切！哎呀，我这几天呢仔细想过了，我们穿越过来呢，肯定是因为那个像飞碟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啊，我们只要再找到那个东西，就一定能穿越回去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我们怎么样找啊？哎，导航地图还是卫星定位啊？那我们也不能总待在这儿吧？再说了，那个冰块里谁知道他要干嘛呀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你非礼了他，所以他就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症状，爱上你了？胡说八道，谁非礼他了？混蛋谢延琪，管老娘主啊！哎呀，小姐，你起了？现在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就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哦，卯时都快过了。卯时又是几点啊？啊，算了算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是谁啊？您又忘了，我是王爷派来伺候您的丫鬟呀，我叫喜儿，以后就我来伺候您。别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还有，你以后可不要叫我小姐什么的，就叫我晴柔或者晴柔姐都行。小姐，喜儿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打我骂我就是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挺好的，我没说你什么不好呀。那小姐干嘛不让我伺候你，还让我叫你的名字？那是大不敬啊！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前在家习惯了。随便你了。小姐，喝粥。看来阿广说的对啊，在王府也没什么不好的。王府当然好了，而且小姐又是我们王爷点名要留下来的人，整个王府的人背后都在议论，说小姐到底是王爷的什么人呢？小姐，你这几日一直闷在屋里，要不要喜儿陪你出去走走呀？也对啊，我这几天都没怎么出去过。还有啊，那个阿广死到哪里去了？广公公啊，他现在可是王府的大红人呢。他有一个像神仙一样的袋子，里面随便拿点东西出来，就可以把王府里的老妈子呀、丫鬟都变得漂漂亮亮的。他还梳得一手好头，今天就被兵部王大人的夫人请去梳头了呢。这个阿广啊，可真行。得，咱们两个出去逛逛，走吧。小姐，你快看，多漂亮啊！你过来呀。我看你自己玩挺好的，你还是自己玩吧。这也敢叫花园？还没我家小区绿化面积大呢。看来这个王爷也不怎么有钱嘛。什么味道？好甜的味道。反正也没人看见，又不知道是我偷吃的。混账！给我放下！你是谁？竟敢偷吃本小姐的东西？我就是看看而已，这上面有没有写着闲人勿动？你，如意，给我张嘴！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话还没说完就要动手打人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！说你是谁的丫鬟？我今天就要替你主子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如意，是。住手！表哥，你来的正好。你府里的下人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，竟敢偷吃我亲手给你做的糕点，我要罚他，他还敢
想还手。糟了，他叫谢云奇表哥，那他不就是那个公主？完了完了，这下闯祸了。谁说我偷吃了？你看这糕点一块都没有少，我就是拿起来看看，怎么了？哼，要不是我和小姐及时赶到，你就吃了。哎，你有证据吗？我就是拿起来看看而已。对于你们这种毫无证据的恶意诽谤，任何法庭都不会受理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再说了，既然没有犯罪事实，那就不能判定我有罪。表哥，你听听，他都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都让人听不懂。我不管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我不管他是谁买来的丫头，我让你现在就赶他走。用不着，我现在自己走。你，切，谁管你们？哼，让。表哥，我帮不了你，因为她不是我府里的丫鬟，而是我的客人。客人。如意，我没看错吧？表哥刚刚那个是笑了。小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到处找你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喜儿，你我相识一场也算是有缘分。今后如果你有危险，就向西方大喊3声我的名字，我若听到，定会回来救你。今日一别，后会无期，再见。哎，小姐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，王爷会打死我的。你就别跟着我了，我是肯定不会待在这个地方的，分分钟就没命。如果你要是害怕，你就跟我走得了。哎，小姐，你不能走。哎呀，你要不愿意走，你就留在这儿。哦，对了，你帮我告诉阿广啊，我出去安排好了，回来我就接他啊。哎，小姐，你别跟着我。哎，小姐，哎呦。王爷有令，不许姑娘踏出王府半步。半步不行，那一步呢？一丢丢步。他们手中的刀削铁如泥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这位王爷，小女子感谢您的救命之恩，可小女子的伤已经好了，我是不是能走啦？你的伤好了，可本王的还没好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可是我又不是大夫，你留着我有什么用啊？谁说没用？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本王的奴隶。什么？王府内你可以随意走动，但若敢走出去，格杀无论。你这是非法拘禁，你是犯法的！表哥，你为何还在这里啊？你给我说清楚，那个丫头究竟是什么人？我说过了，是我府上的客人。不可能，你想深居简出，怎么可能会有客人？我的意思是，那丫头一看就是山野村姑，怎么配做灵齐王府的客人？嫣然，这里是灵齐王府，配不配做客人，自然是我说了算。你若无事就先回去吧，今日我很忙，无暇陪你。表哥，人家是特意来看你的，还亲手做了你最爱吃的糕点。心意领了，糕点放下，你先回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去给我查清楚，这个臭丫头究竟是什么来头？是。
奇怪，脸上蒙这么个东西，别说打架了，连喘气都喘不上来。哎呀！狗大哥，你说咱们平日无冤，素日无仇的，你就放我过去吗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小偷，我又没偷你家东西。狗大哥，天龙，回去。好帅啊，姑娘，你受惊了。天龙平时性格很温顺的，可能看到姑娘你是黑衣夜行，所以当你是贼，在下独孤远给姑娘赔罪了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刚才那只狗狗是你的呀，好可爱的。姑娘深夜在此是在干什么呀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就是晚饭吃多了，出来溜溜。啊，对了，你是？在下独孤远。啊，我想说的是，那个女的跑了。哎呀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改天咱们再约。哦，对了，你千万别告诉别人见过我的事儿啊！我先走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叫尹晴柔。我就在这儿，我没跑。尹晴柔。打听的怎么样了？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啊？我问了一圈，终于帮你给问清楚了。你说的那个独孤远是王爷的一个门客。门客？对，不过虽说是门客，却胜似兄弟。哎，据说王爷对他特别的看重。哦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天底下能跟那冰块脸说上话的不过5个人，那个独孤远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就说嘛，一看他就气宇不凡，不是一般人。尹晴柔，现在可不是犯花痴的时候。哎，不是说好了我们找机会一起溜，找回去的办法吗？你怎么打算把我一个人撇这儿啊？哎呀，不是啊，阿国，我这不是得罪冰块脸的表妹了吗？我怕我要是不走，他非宰了我不可。哎，那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就因为那个独孤远？哼，真是有异性没人性。哎呀，我错了，阿广。反正想也是白想，他跟那个冰块脸是一伙的。哎，我觉得那个三王爷挺帅的，你怎么不喜欢他呀？冰块脸啊？啊？那留给你吧，我可不想被冻死。哼，我倒是挺喜欢他的。大王爷的事，王爷就这么算了吗？不然如何？为何不把真相告诉皇上和皇后呢？单凭我一面之词吗？再说，他毕竟是我二哥，你让本王置他于死地，本王做不到啊。王爷心善，有的时候未必是件好事。二哥所要的只是个王位，希望他将来是一个好皇帝。你怎么知道王位就一定是他的呢？大哥已逝，我又无心争位，老四更是云游四海。若不是他，又有谁能继承大统呢？哼！怎么，有话要说？啊，不是。既然王爷心意已决，在下也不多说什么了。不过，王爷，这盘棋，王爷怕是输了。罢了，本王输了。老规矩，想要什么说吧。这次，我想问王爷一件事情。但说无妨。住在府中的那位姑娘，王爷要如何处置啊？你为何对此事感兴趣啊？前几日一回城，就听到谣言，
说一向不好女色的三王爷，在府中藏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。我一开始不信，直到昨天进门的时候，刚好撞见了这位想翻墙逃走的尹姑娘，所以好奇，忍不住问一问。她想逃走？不过王爷，你不用担心，依在下看来，她没有武功，此法可能是不行了。算了，你既然问了，我也直说无妨。这个尹晴柔来历不明，对本王不恭不敬，所以，在我驯服她之前，她都是本王的奴隶。小姐，你是不是受寒了？要不我们回去吧？没事儿没事儿，我可不是什么弱不禁风的大小姐，肯定是谢延琪这个王八蛋在背后骂我来着。小姐，你可不能直呼王爷的名字，这可是大不敬，要杀头的。你不说我不说，还会有谁知道啊？我知道。杜姑。啊，喜儿，下去吧，我陪尹姑娘走一走。OK。是。哎，上次的事情你有没有告诉谢延琪啊？我告诉了。你怎么能告诉他呢？你答应我保密的，你怎么又说了？如果我不告诉王爷的话，王爷怎么知道你那么想出府？怎么会命我带你出去散心呢？真的假的？他谢延琪有那么好心，让你带我出去玩？王爷吩咐天黑之前回来就可以，我看差不多还有3个时辰吧。那现在就走。走。不错。来，老板，是。来，小姐，来上床铺。谢谢婆婆。你笑什么笑？没见过美女吃饭啊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灵齐王虐待你，不给你饭吃呢。你懂什么呀？吃饭也是得看心情的。在灵齐王府那个破地方，给我吃龙肉我都不觉得香呢。哎，你要是把你家天龙关住了，你看他还吃不吃饭？没人关得住天龙。唉，我竟然连只狗都不如。哎，对了，王爷一向待你不薄，全府上下把你当贵宾一样对待，你为什么非要逃走啊？哎，我不能总待在那个地方是吧？再说了，就算谢延琪他不杀我，也会把我闷死的。而且我是要回家的。哎，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。那你为什么没有逃走啊？我逃了呀！你撞见我那天我逃了，可是全被你家天龙给搅和了。哦，这么说的话，我欠你一个很大的人情。你放心，我独孤有债必还。那你打算怎么还啊？你能帮我逃走吗？算了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再说，我就不信谢延琪他能困得住我。哼，好主意。
姑娘请慢用，我到附近转一转，稍后便回。你放心吧，这些我全部能消灭，消灭不掉我就打包带走，绝对不浪费。哈。尹姑娘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好，再见。再见面？难道他要丢下我一个人走掉吗？他怎么这么大胆，一个人上街带这么多现金，不怕被打劫啊？哎，他要不是把我一个人扔下走掉，那我就可以扔下他走掉了。亲爱的玩具们，我要跟你们再见了，带上你们也是个累赘。拜拜。我这还没着手呢，怎么就来出租车了？尹小姐，您刚刚买的东西忘记拿了，在下已经帮你放到马车上了。我就知道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说到底还是找人看着我。哎，独孤园呢？让他赶紧过来，本小姐可不想等人。独孤先生说了，不用等他了，小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那我想出城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小姐。这独孤园真的打算放我走？为什么？这么说的话，我欠你一个很大的人情。你放心，我独孤有债必还。不会吧？就因为帮他的狗还债？尹姑娘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是放我走还是不放呢？独孤先生，王爷一直等着您呢。好。王爷，您找我？你可是一人回来的？是。他呢？跑了。放肆！你这分明就是有意所为。师傅，这是哪儿啊？小姐只吩咐出城，没说去哪儿，我就向着东边一直走。哎呀，这穿也就算了，还迷路了。不知道独孤园回去会怎么样？那冰块莲肯定不会放过他，那我这不是害人了吗？不行。师傅，掉头回府。是。驾！独孤园，你明知本王不许他出府，还敢私自带他出去？我当你是朋友，你就如此待本王吗？王爷，此人留不得。为何？尹清柔身份不明，我们查不到他的来历和背景。留这样一个人在您身边，无异于把王爷置于危险之中啊！哼，本王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就算王爷不顾及自身安危，也顾及一下您自身的清誉。现在满城百姓都传得沸沸扬扬，都说王爷您金屋藏娇啊！笑话！别说本王没藏，本王就算藏了又如何？独孤园，本王一直以为你清新脱俗、与众不同，所以才把你当至交。没想到你也这么想。
毕竟人言可畏。王爷，您可别忘了，您不是普通人，您是当朝的3王爷，这皇家的清誉，您不得不顾及啊！够了！你告诉本王，他尹清柔往哪里去了？等本王把人抓回来，再与你算账。独孤远，恕独孤不能从命。你，启禀王爷，尹姑娘回来了。哼！你干嘛？你放手！哎呦，我告你非礼了！哼，跑哪儿去了？我去近郊1日游不行吗？你这个王府破大点地儿，无聊死了。我出去玩会儿怎么了？那你为何还回来？我饿了不行吗？我就回来了。再说你不是不让我走吗？怎么改主意了？那我走了。你，哎，独孤，你这。李章在，严加看管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他谁也不许见。是。独孤，李大哥！尹姑娘，你今天暂时委屈一下。李大哥，你就别把我锁上了。你说，如果晚上我要是想嘘嘘了怎么办？你说我这晚上我又饿了怎么办？我要是觉得热了，我想开门通风怎么办？哎呀，李大哥，你就开开门吧。再说了，你们王爷不是说什么只要你看着我，又没让你锁着我呀？李大哥，哎呀，哎，李大哥，你回来啊！烦人！哼，尹晴柔啊，尹晴柔，你就是个大笨蛋！你都走了，你干嘛还要自己回来嘛？真是的，笨死了！哦，糟了！哎，谢延琪，谢延琪，你给我回来！那个，我是自己跑的，跟独孤远没有关系，真的不是他。晴柔，哎呀，行，我要睡觉。晴柔，阿广，别闹！哇塞！嘘，小点声，我好不容易为这春彩买通了喜儿，才能进来看看你。哎，对了，你来的正好。那个独孤园他怎么样了？哎呀，独什么园呢？哎，你现在被冰块脸关在这儿，还怎么想回去的办法呀？阿广，你就告诉我吧，他也是为了救我才会被冰块脸抓住的。得了，他们俩好着呢。哎，两个人的关系啊，真是不一般。前天吵成那样，哎，第二天跟没事人一样。你说说你，跑都跑了，你还回来干嘛呀？难不成还真的为了那个独孤园呢？晴柔啊，晴柔，你跟了双双那么久，什么帅哥没见过？偏偏在这个时候给我犯花痴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我才不是为了那个什么独孤园呢！哎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阿广，我好像知道我们要从哪里寻找穿越回去的方法了。你想到什么了？小姐，小姐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那个丫头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哼，你以为有延琪哥哥替你做主，你就万无一失了？走着瞧。你想啊，我们拍戏的那个地方，说不定就是某个朝代的遗址，我们一定是动了那里的机关才穿越过来的。我们呐，只要找到相近的地方，就一定还可以穿越回去的。我高考历史是交了白卷的。那你总该知道我们穿越过来的地方吧？哦，就是你掉下来那个地方。这个嘛，我是个路痴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
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哎，你说那个有什么用啊？哎，要我说啊，你还不如去求那个冰块脸，人家好歹是个王爷，分分钟就能调动几百号人，甭说几块破石头，连钻石都能给你找出来。对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阿广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讨厌，就这么定了，给他来个美人计。4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哈。一点，是一点都没有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过啊，你放心，谁叫你有我这个一线造型师呢？真的？一会儿啊，给你整整。启禀王爷，小姐她怎么了？派人看着还能又跑了？不是的，小姐她病了。是不是太白了一点啊？别闹，这个叫西施妆，病态当中啊透着妩媚。哎，一会儿啊，可是考验你演技的时候，你可别给我掉链子啊！放心吧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！再说了，跟孔双双那么多年的剧组是白混的呀。放心吧，没有问题。王爷，进来。参见我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喜儿，你先下去，我与王爷有话要讲。是。王爷，请用茶。推倒了，你还懂不懂得怜香惜玉？怜香惜玉，本王是不懂。不过欺瞒本王的人，倒是没有一个好下场。啊，王爷，也不知道为何，这会儿我胸口疼得厉害。你的病，依本王看来，一般的大夫是医不好的，不如让独孤带你出去，寻一个更好一些的大夫，如何？也好。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王爷，其实小女子这也是老毛病了。我这儿有一张药方，只要找到上面的药引，小女子就感激不尽了。启禀王爷，皇后娘娘驾到。母后，可知她为何而来？皇后娘娘有旨，宣尹姑娘见驾。我？儿臣参见母后。民女参见皇后娘娘，祝皇后娘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难怪我们家老三要把你藏起来呢，果真有趣啊！你说你叫尹晴柔是吧？嗯。起来说话吧。哦。谢母后。谢皇后娘娘。我还真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的。老三呐，儿臣在。我听说你府里藏了个美人儿，
我还不信。今日一见，果真大开眼界。唉，也罢，你要是喜欢，就把他留下来吧。以后封个才人什么的，母后也不反对。我们家老三长大了，知道找女人了，不如，母后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行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姑姑，老三呐，你终于要选妃了，母后有多高兴，你知道吗？我可没说要选妃啊。那不行，我已经答应嫣然了。你要是想把那个尹晴柔留在府上，你就必须选嫣然为妃。母后，我留谁在府上，还需要通过嫣然的同意吗？无论如何，我坚决不选妃。您是否先操心一下二哥的婚事？你以为我没想啊？你大哥突然战死，连个王妃都没选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所以你们几个的婚事必须我亲自操办，谁也不许给我找任何理由说不要，必须给我立刻娶妻生子，为皇族绵延皇嗣也是你们的责任呐。母后，这长幼有序，二哥既没有成婚，您自当先去找他。你以为我没去吗？你二哥为了拒绝我，差点出家当和尚呢。我警告你谢延琪，你们两个谁也不许找任何理由来对付我。我今天来了，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还不走了呢。千万别啊，母后，这您要是不走，父皇怪罪下来，儿臣可担当不起啊。那你就答应我娶嫣然为妃。这绝对不可能。来人呢？在。回宫把我的枕头拿来。是。以后本宫就在三王府就寝了。慢着。行，不就是选妃吗？儿臣选就是了。但儿臣要娶的王妃，不是那杜嫣然。那是谁啊？不就是选妃吗？儿臣选就是了。但儿臣要娶的王妃，不是杜嫣然。那是谁？尹晴柔。哎，李昭啊，你说他们都进去那么久了，又没有我们什么事儿，要不我先走吧？哎，姑娘还是再等等吧。1、2、3，别晃来晃去的，没规没矩。嘘，李昭，你站那不累吗？要不要陪我一起做运动？不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。Hello。花园见。杜哥，哎呀，总算溜出来了，刚才可把我累死了。我得到消息，看你一直没有出来，我就猜到一定是王爷和皇后聊天，把你给忘了。于是我就让天龙把你叫出来透透气。对啊，你说他们两个愿意聊天就私聊去呗，干嘛让我站在聊天室外面？哎呀，真是无聊死了。我刚才太紧张，忘记自己没有吃饭了。
这是我从永安楼特意带来的，就知道你被王爷关着，肯定吃不好东西。看来现在带来正合适。独孤，还是你对我好。哎，对了，上次的事儿，谢云奇有没有罚你啊？哎，我看他那天气势汹汹的，我还担心你来着。谁知道你们俩关系这么好，早知道我就不跑回来了。你是为我特意回来的吗？对啊，我知道你是好心帮我溜出去，可是我不能连累你啊，所以我跑了一半我就回来了。现在想想可真吃亏。放心，你不会吃亏的。我跟你说过，我独孤远有债必还。停！我可不想再让你欠我什么，而且我们是朋友，而且是那种可以借1两的朋友。那在下真是3生有幸，能够交到你这位朋友。彼此彼此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是不是我吃的很难看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你今天特别。真的没商量吗？除非你不想抱皇孙。你那丫头来历不明，可儿臣喜欢。她又不漂亮。可儿臣喜欢。你看她干瘪的样子，万一以后生不出来怎么办？可儿臣喜欢呀。你。好吧，好吧，让我想想。摆驾回宫。母后当心。姑姑，尹清柔呢？啊，回皇后娘娘。尹姑娘，她刚刚已经走了。没规没矩的。儿臣恭送母后。李正，王爷，他人呢？好像去花园了。没规没矩。尹清柔，怎么是你？是谁让你离开大殿的？反正又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就走了。谁说没有你的事了？尹清柔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母后这次过来就是给我选妃的。我告诉她，我已有了王妃的人选，这个人就是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动！王爷，独孤，听闻王爷要迎娶王妃，在下也没什么好送的，就提前送2瓶好酒，预祝王爷百年好合。独孤，你这是真心的吗？王爷为什么觉得我不是真心的？我当你是兄弟。今日你老实告诉本王，你是否对那个尹清柔有意啊？我说过，我关心她，只是因为她是王爷身边的人。王爷，我可否问一句？但问无妨。王爷是不是真的要娶尹姑娘？当然不是。连你都看不上的人，本王怎会喜欢？我不过是用那个尹清柔来吓一吓母后，看她日后还敢逼婚于我。其实，杜小姐也不错。
这世间再美好的女子，也注定与本王无关了。这世上啊，唯有好酒不可辜负。既然你都来了，就陪本王喝上2杯。在下定当奉陪。什么？表哥要娶那个尹晴柔为妃？姑姑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！嫣然，不急啊。我4个儿子里面，老大最英勇，老二最孝顺，老4最风流，唯独这个老3，从小沉默寡言，从不爱与人说话。所以他的王妃呢，除了能帮他打理王府事务，为皇族绵延皇嗣以外，还能帮他在朝堂上笼络人心。所以哀家一直都觉得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更何况你还是哀家的亲侄女呢。放心，哀家怎么可能让一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成为我的儿媳妇呢？话虽这么说，可是三表哥那性子，怕是姑姑您也拿他没办法呀。是，我是拿老3没办法，可不代表我拿那个尹晴柔也没有办法吧？姑姑的意思是，难道是我听错了？我那天喝了酒，又睡得迷迷糊糊的。对，我肯定是听错了。谢云奇怎么会娶我当王妃呢？肯定是的。哎呀，不对啊，我那天明明是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我不要嫁给那个冰块脸，我想要回家。你说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大老远啊就听见你的笛声了，我顺着就过来了。你吹的这个是不是叫什么百花齐放、百鸟齐鸣什么的？反正我是被你深深折服了呢。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你是在夸在下不错吧？何止是夸呀，我真的要给你100个赞呢。像你这样性格又好、多才多艺、长得又帅，要放在我们那个时代，你就是一标准的大暖男。不知道有多少小姑娘往你身上趴呢。暖男？你那个时代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就是在我的家乡，像你这样的就会有很多很多小姑娘喜欢你。是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跟我讲起你自己的家乡。哎，你的家乡在哪儿？我的家乡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去。你想回家，我可以帮你啊。谢啦，有些事你也是帮不了的。你是不是还在为王爷选妃的事情烦恼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略有耳闻。你就真的不想嫁给王爷吗？那当然了，我跟那个冰块脸，一没感情基础，二没心动感觉，让我跟他结婚生孩子，怎么可能嘛？而且我深刻的怀疑，我跟那个冰块脸八字不合，要不他干嘛总揪着我不放呢？你笑什么？我说的是真的。没什么，其实你不用嫁给王爷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会算。会算？哎呀，小
姐，你就赶紧起来吧。干嘛呀？又没有什么事情要做，你就让我再睡1分钟。哎呀，你不能再睡了，皇后来了。什么？民女参见皇后娘娘。小秋子，在。尹晴柔接旨，奉皇后慈谕，特召尹晴柔入宫学习宫中礼仪，以3月为限。若皇后满意，则正式册封为灵齐王妃；若皇后不满，则立刻迁回原籍，终生不得入京城一步。钦此。哦，民女领旨。学什么见鬼的进宫礼仪，我也不要当什么灵齐王妃。贤启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贤启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王爷，你的老子是皇上，那你也不能不问我的意见，就替我决定我的终身大事。再说了，我老妈还没这个权利呢，轮也轮不到你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好赶紧放我走，不然我就……不然怎样啊？好，算你狠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姑奶奶我的厉害！我，仙琪，能摆在你家的东西应该值不少钱吧？说不定还是限量版的吧？我就不信你不心疼！仙琪，看好了！哼哼，嗨！真是条好狗啊，这都能接到。等着！李章，尹姑娘愿意扔就让她扔个够，扔够了之后，你再原封不动地摆回去。是。谢言齐，我讨厌你！我讨厌你，讨厌你，讨厌你！我烦死你了，烦死你了！我讨厌你，讨厌你，烦死你了！讨厌，讨厌你！你就这么不愿意当本王的王妃吗？对，一点都不愿意。这可由不得你！你给我听好了，如果这次你通不过母后的考验，不仅是你，就连阿广也要死。你，谢言齐，你混蛋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！哎呀，你慢点儿！大哥，咱们这是跑路，你别这么磨叽行吗？走！哎呦我的妈，吓死我了！德哥，是你啊？我就知道你又要逃走了。怎么，真的想好了？我当然想好了，什么灵齐王妃的，我才不稀罕呢！我最讨厌就是考试了，我尹晴柔最讨厌的就是考试。独孤，你不是谢言齐派来抓我的吧？我们可是朋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跟你说过了，如果你想走的话，我会帮你的。
后门的守卫已经让我调走了。如果你想走的话，我看还是趁现在。德哥，谢谢你。那我们以后会不会见不到了？有缘自会相见的。哎呀，太感人了吧！那德哥，再见。哎呀，差不多得了，一会儿冰块脸追来了。哎，快走，快走！再见。哎呀，你现在怎么这么磨叽呀？阿广，你不是说过，你们男人只要说什么有缘再见，就是再也不见的意思吗？哎呀，这些都是骗你的。一会儿啊，冰块脸追来了，快走！站住！二位这大包小包的，要去哪儿啊？关你屁事！哎，你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就是伤我三哥的那个丫头吧？怎么伤了人就想跑？我三哥知道吗？这位公子，你认错人了，不是我。带过去。哎，走。王爷，疼吗？啊，无碍，不疼。王爷，您一定要静养，千万不要有大的动作。好的，知道了。那你先下去吧。啊，臣先告退了。三哥，三哥，四弟，稀客呀！我以为不到年关，你是不会回京的。我本不打算回来的，可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我，就听说我们家三哥居然也春心大动，在家里面藏了个姑娘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人平时最爱看热闹，所以就快马加鞭的赶了回来。这外面都是怎么说的？还能怎么说？说一向不近女色的三王爷居然开窍了，也不知道哪家姑娘这么有本事，居然能让铁树开了花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我见了本尊之后，还真有点失望。你见过他？对呀。在何处啊？带进来。三哥，你得好好谢谢我。要不是我这人一向喜欢走后门吧，你这位小家人这会儿都溜出城去了。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三哥，你看，来人呐，在，把广公公拉下去，关起来。是。走，青阿广，青柔，青柔，是我要走的，你管阿广干什么？除非你老老实实进宫，通过这3个月的考验，否则这辈子你都别想见到他。我记住你了，还有你。青柔，你不是说有缘自会相见吗？看来我们缘分真不浅，这么快就见面了。四弟啊，你怎么还不回去？我来了这么久了，连杯茶都不倒给我，就急着轰我走啊？想喝茶回自己的府上，再不成，去宫里喝也行。三哥，你饶了我吧！我这次回来就想看看未来三嫂长什么样，我可没想让父皇母后知道我回来。这恐怕来不及了。
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改天顶当。启禀王爷，邱公公来了，说是奉了皇后娘娘口谕，接四王爷回宫觐见。三哥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要是不告诉母后，她责怪下来，我可担当不起啊。看来你还真挺喜欢那丫头的。不过说了她几句，你就接着给她报仇了。三哥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看来我是应该禀报母后，你云游太久，是时候成家了吧？三哥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！一入宫门深似海，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家呀？我又不能丢下阿广一个人走。尹晴柔啊，尹晴柔，你还不如被孔双双欺负呢。